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做悬，我要永远学录你的名，我要日日祝谢你，也要永远学录你的名。耶和华至大，应该受大的学录，伊会大到袂七度地。请咱来吟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虔诚跪拜。都一真拜上帝，信靠你免化解，学录你到万代。请咱起立来吟。请咱依然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着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应，启应文第33篇。也是圣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对真远，你嘛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
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走去倒位，我才会当逃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掠早。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检察我，知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就是请咱三甲来祈祷。阮的天父阿爸爸，你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你是全知全能的，你自有永有，袂捌改变。阮坐落去，阮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知影阮的念头，阮行路，阮倒伫面床，你拢知。你也深知阮一切所行的。感谢你用即款的疼来包围阮。你互阮每一日伫生活中看到你的祝福，求你赦免阮有时袂记你感恩，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注目伫你，更新阮的灵，互阮无论伫欢喜的中间，伫咧艰苦中，也拢充满平安、喜乐甲感谢。愿要献上阮对你的懊恼甲恩典。主啊，也请你的光照阮的罪过。求主赦免阮一切罪，怜悯阮，不过是人尔定。阮时常互罪捆绑，无将荣耀归互你，无凡事来找求你，倚靠你，反倒阮倚靠家己的聪明溃烂。求你帮助阮，会当听你圣神微细的声，帮助阮来顺服伫你。阮即时也要为着乌俄战争，会当早一日结束，互即个世界和平早一日来到，来祈祷。阮也要为着俄罗斯的总统普丁来祈祷。我们求你伫伊的心思意念顶头动工，因为阮知战争毋是你所欢喜的。阮看到侪侪的百姓土地受到伤害，因为战争带来的死亡。主啊，阮相信每一个人拢毋望早一日会当转来到和平的日子，转来到因家己的厝呢。阮只是也要为着中国，伫咧20大会议中间，对台湾的计划搁一摆提出来的即个议题。阿爸爸，阮求你听阮的祈祷，也求你应允阮，因为你讲伫咧敌人的面前，你要为阮来摆设宴席。伫咧敌人的面前，阮毋惊，阮要用搁较侪祈祷，来为着阮海岸两边的和平来祈祷。我们继续的祈祷，求你掌权，求你会当托住台湾，因为你的名，互阮有盼望，有平安。愿求你掌权，因为这是你的国度。阮昨也中日已经召开事工研讨会，为着明年度的事工来计划。愿阮所做的合你的心意，因为阮知厝体若毋是你所起造的，起造的人就空空着磨。我要讲，主你伫遮也垂听阮，你是阮的牧者，愿求你带领阮的即群的羊群，继续来你的路来跑走。阮也要为着今日会当来到阮中间的兄弟姊妹来祈求，无论是身体欠安的，还是厝外工作的，还是读册的，或代志颠盘的，拢求你甲因同在，也求你即时的灵，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
也透过马牧师的传讲的信息，来激励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会当搁较亲近你，搁较甲你有搁较深的关系。阮伫时也要用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操阮日日试，就救阮拍入迄个歹的。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享受上帝的话，我落要请圣歌队今日咧吟的歌是我要耶和华唱歌。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记载伫个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17节，请听我来读。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做园的人。伊若连伫我的枝无结果子的，伊就散起来；既若结果子的，伊就受互伊清气，互伊结果子搁较济。当恁因为我甲恁讲的道理已经清气啦，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即使枝无连伫葡萄树，就袂为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
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我也踮伫伊个，就结果子济济。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煞伫外面，亲像枝雪孤单。人叫因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囝若所爱的，恁就求，就要互恁。恁结果子济济，对安尼，我会爸得到荣光。也恁要诚做我的学生。我有疼你，爸亲像爸有疼我，恁就踮伫我会疼。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会疼，亲像我有守我爸的诫命，踮伫伊会疼。我已经用这个甲恁讲，要互我会欢喜踮伫恁，也互恁会欢喜满满。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听无有比这个较大的。恁若行伫我所命令恁的，就是我的朋友。那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你，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啥物，伊就互恁。我用这个命令恁，是互恁相疼。正道，请马牧师，今日正道的题目是诚做一个健康的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回来关渡教会，看到我的好朋友你的牧师，还有他的师母，他在我们的台北的牧师的小组，在我的家1个月1次，已经10年了，也很高兴今天可以代表台湾神学院，可是最重要是代表耶稣。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赐给我们机会听到你的话语。求你用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打开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塑造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拍摄没有办法用台语，如果我用台语，我怕你们都听录音啊，所以我要用华语啊。我们新约有4本福音书，第4本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跟其他的3本不一样。其实这个作者写约翰福音的作者是艺术家，他都画画代表上帝的爱。在今天的经文，约翰带我们去一个葡萄园。你们去过葡萄园吗？有。我在彰化二林区去过，看到很多葡萄树。有的时候在那边会看到葡萄园的园丁修剪葡萄树。今天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天父是葡萄园的园丁。”那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图像葡萄树非常熟悉。可是对他们来说，葡萄树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这个人民。从他们的圣经，从他们的艺术，从他们的礼拜，犹太人非常认同葡萄树。
上帝的葡萄园，因为上帝把他们葡萄树从埃及带出来。好，我们一起念这个经文，请来。本来是好美的葡萄树，然后成为野生的。旧约的先知很严厉的指责以色列是不结果子的葡萄树，常常离开上帝。可是上帝给以色列他的葡萄树一个应许，他跟他们连接，就在他们当中。可是以色列常常忘记上帝种他们，上帝喂养他们，照顾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是为了世人结果子。可是今天的经文跟旧约有不同的图像，葡萄树是耶稣。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意思是耶稣帮我们跟上帝连接。上帝是葡萄园的园丁，上帝是农夫，他都照顾葡萄树。葡萄园的园丁剪下来丢掉的枝子，或是如果没有结果子，或是他修剪别的枝子，让他们结更多果子。上帝是葡萄园的园丁，耶稣是葡萄树。然后第三个图像包含我们在内，我们是葡萄园和葡萄树的怎么样？枝子，葡萄树的枝子。枝子需要跟葡萄树连接，他们不能离开葡萄树做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断掉，会枯干死掉。我很喜欢种兰花，有一次我去坚果花市买一枝兰花，老板帮我用报纸都包起来，保护这个兰花，因为我要坐捷运，然后公车回去台湾神学院。我回家的时候，我用剪刀把这个报纸剪开，可是我不小心把枝子也拍谁我的也截断了，所以以后我的花苞都没有营养，没有养分。我放这个花苞在水里面，可是都没有开花，因为我让枝子没有连接兰花，它没有养分。我们基督徒跟我的兰花常常一样，我们常常没有依靠葡萄树，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做事，或是我们以为耶稣是枝子，我是葡萄树。偶尔我们已经决定一个事情，我们祷告求上帝祝福我们已经决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问他的意思，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意思。可是今天在葡萄树，我们看到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的生命需要跟耶稣连接，因为他是生命的来源。耶稣基督是真葡萄树，我们跟耶稣有一样的生命，跟耶稣跟天父有一样的生命。耶稣说：“我爱你们，跟天父爱我一样，所以你们要常生活在我爱中。”天父爱耶稣，耶稣爱天父是永远的事情，也很稳定的事情。耶稣也邀请我们进入他跟天父的爱中，
然后耶稣说：“我爱你们，我的门徒，跟天父爱我一样。”因为天父让耶稣知道他做什么。我很喜欢这个图片，因为这是三位一体，有天父、耶稣跟圣灵。可是前面有空位，这是我们的位置。耶稣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家庭，进入他的家庭。然后耶稣画很美的圆圈，爱的圆圈。天父爱耶稣，耶稣爱天父。然后他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天父的爱当中，就在他们的爱当中。所以我们是耶稣的家人，我们是天父跟圣灵的家人，我们就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学习如何爱，我们在那边接受生命。所以耶稣分享他的生命，我们开始活出他的生命。耶稣爱他的门徒，我们也分享他的爱。我们爱别人的方式显明了我们跟耶稣的连接呀。所以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我也要你爱我别的朋友，别的世人。”所以真正的生命是跟葡萄树连接。可是今天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跟葡萄树连接。我刚刚说，我们的试探是忘记真正的生命是从葡萄树来，这个养分。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没有跟耶稣连接，我们没有办法有生命。所以每一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跟葡萄树耶稣连接。耶稣说：“与葡萄树连接，就在里面。”在这个经文连接，或是就在我的里面，用11次，这是一个动词。每一天，我们要跟葡萄树连接，我们让上帝的话语就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养分。我很喜欢吃什么？巧克力。如果我吃太多，一段时间后，你会看这个巧克力在我的身体中，你会看得到。上帝的话是这样子，如果你常常吃上帝的话，让他的话进入你的里面，人会看得到。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生活不一样。人会看得到上帝的话活出。那除了读上帝的话以外，跟葡萄树连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祷告。每一天祷告，规律的时间祷告。耶稣每一天祷告跟天父沟通，我们也需要每一天祷告跟上帝沟通。这是内在的，可是外在的是服侍。你们刚刚唱歌服侍，当社会服侍，你在失去的年长的人服侍，对我们的孩子、小孩子服侍，教他们注入水，让他们知道耶稣也爱他们。可是今天你来这里也服侍，做礼拜也是一种的服侍，一种的跟葡萄树连接。每一个晚上，我有一个习惯，我睡觉以前，我问自己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今天我在哪里看到恩典？每一天，我会观察那天的生活，我会看到恩典。有一次我在石牌，我真的想吃已经切好的木瓜，可是我去水果店，我问老板有没有切好的木瓜，他说没有。可是他说另外一个店有，我带你去。
什么老板会带你去别人的店？恩典啊！我们去第二个店，问这个老板，这个老板也没有。第一个老板说：“我带你去第三个店，比较远，10分钟。他离开他的店，带我差不多15分钟去，他15分钟回去。第三个店我买得到我很喜欢的甜甜的木瓜。这个晚上我观察恩典在哪里？我看恩典在这个老板的身上。我们常常每一天会看到少恩典或是大恩典。晚上的时候，依靠葡萄树给我机会看到恩典每一天够用。第二个问题，我睡觉以前会问自己是：今天我在哪里没有跟葡萄树连接？今天我在哪里没有跟随耶稣？然后我认罪祷告，求圣灵帮助我第二天跟葡萄树继续连接。所以每一天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跟葡萄树连接，跟耶稣连接。可是葡萄树的目标是结果子，枝子没有办法自己结果子，枝子需要跟葡萄树连接，然后很自然会结果子。葡萄树结什么果子？葡萄。我没有看过木瓜在葡萄树。葡萄树不需要问上帝，今天我要结什么果子？他们知道是葡萄，芒果会结芒果，木瓜会结木瓜。这是他们的本质。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跟耶稣连接，我们很自然会结属灵的果子。我们就在他的里面，让他就在我们的里面，透过我们流露出来属灵的果子：同情心、良善、怜悯、耐心、智慧、慈爱等等。我们结果子的目标是祝福我们的邻舍，祝福我们的家人，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枝子，我们可以结果子，因为我们的果子是上帝在耶稣里赐给世人的爱。可是真正的连接，英文是 abide， 连接 abide 就在耶稣的里面。真正的跟他连接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坚定的 abide。连接是一个动词，是一个行动。连接是双向的，是就在彼此的里面，就在耶稣就在你的里面，我的里面，就像我就在你就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我们培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他也培养我们的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在一起。我还没有来台湾，1996年3月，我写一个 email 给我们长老教会的总会，我说可不可以安排我就在一个台湾人的家4个月，我第1个月到第4个月，我要住在台湾人的家，因为我知道住在台湾人的家，我很快会学习台湾的文化，会了解台湾。还好。台北东门教会的牧师，那个时候洪牧师愿意跟师母让我住他们的家，我跟他们一起吃饭，白天我学习华语，晚上在他们的家都听到台语啊。他的儿子每个晚上会教我一个台语的字，我跟他们一起喝茶。他们没有告诉我不能马上喝水，先要煮水，所以第1个礼拜我都喝水以后我的肚子不舒服啊。然后师母看到我喝这种的水，她说：“马牧师不能喝这种的水。”但还好，我的肚子很快有抵抗力，以后我很少有肚子的问题啊。我就在他们的当中，我真的学习台湾的生活啊，这是
黄牧师师母2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在澳洲啊。我就在他们的当中，我真的学习台湾的生活。我们怎么学习耶稣的生活？我们需要就在他的当中，就在他的当中。可是，在我们的焦虑的世界，不容易依靠葡萄树。你们记得疫情2020年开始的时候，人去 Costco 买什么东西？你记得吗？卫生纸。因为人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应该是口罩的关系，他们害怕纸不够。政府都说卫生纸够了，可是他们都要控制他们的未来，强迫他而控制他们的未来，所以他们买卫生纸。然后2021年，去年5月也会去 Costco 买很多卫生纸。我们很难依靠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成为葡萄树，不要成为枝子了。其实需要一只坚固的枝子连接在树上，特别台风的风很大的时候，有的枝子承受风的力量，它们被折断，丢在地上死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你们面对什么风暴？不管在你的家庭，在经济，在你的上班的地方，在上课的地方，在社会或是在教会。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工作，依靠葡萄树，跟他连接。耶稣用爱顺服他的天父，他没有自己的方法。我们跟耶稣一样，我们每一天要顺服耶稣，走他的道路，依靠葡萄树。耶稣的很美的应许是，如果我们跟他连接，他会跟我们同在，耶稣不会离开我们。我预备来台湾的时候，我有一个教会的，我以前牧会的教会的姐妹说：“马牧师，我们对你很担心，你要去台湾，你在台湾没有一个朋友。”我说：“不对啊，我最好的朋友就台湾。”他说：“他是谁？”我说：“是耶稣啊，他在桃园机场会接我啊。”他的应许是，不管我们在哪里，他跟我们同在。我们现在面对很多世界上的问题啊，可是他的应许是他不会离开我们，这种的应许带来很深的喜乐。这是耶稣要我们就在他的里面的喜乐，跟葡萄树连接，不是重担，是一种的生命，带来永远的喜乐。我们就在上帝的爱中，我们爱别人，我们会得到喜乐。你想一想，你所认识的人当中，有谁充满喜乐？喜乐不是由我们情况来决定的事。喜乐，我常常分别快乐跟喜乐。我说快乐是今天我没有生病，喜乐是今天我生病，可是耶稣跟我同在，耶稣跟我同在。快乐跟喜乐不一样。我牧过3间教会，我第2间教会明哲牧师去过，这个教会我30岁到37岁当他们的牧师。我的讲道的椅子在那边，旁边是诗班。有一个诗班唱歌的人是一个妇女。每一次我预备讲道，我看她的脸都充满喜乐。每一次敬拜赞美都充满喜乐。可是我知道她跟她的先生的故事。她是护理师，
他的先生是医生，他们当宣教士去韩国当宣教士，他们有4个孩子。老大有一天在韩国在海里游泳，他游泳的时候淹死了。然后老3一个女儿搬到美国当护理师。有一个晚上，他开车回家的时候，从对面的方向开过来，撞到他的车子。在这意外中，他也死了。所以每一个礼拜天，这个妇女充满喜乐赞美主。我很好奇，怎么可能？因为他们面对生命中一个非常困难的事，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1个礼拜，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家吃饭。我用这个机会问他们，我说：你们面对非常大的挑战、难过的事情，可是每一个礼拜天，我看你赞美，你的脸充满喜乐，怎么可能？我还记得他的回答，他说：牧师，有一天在天堂，我会跟我的孩子吃饭，我期待。可是当那天的时候，我依靠葡萄树耶稣，依靠他的应许，他跟我同在，所以我会赞美他。他知道在顺境和逆境中，上帝跟他同在，所以他充满喜乐，充满喜乐。另外一个模范依靠葡萄树是这个传道。他是阿美族，他的名字是拿耀。拿耀是花莲而台东成功人。他以前会打棒球，非常会运动的人。有一天差不多18、19岁，他骑摩托车在东部，以后车祸，然后没有办法走路。他住一个台北的医院。那个时候一个台省的同学邀请我去探访他，我不认识他。那个时候2008年，我去医院探访他，听他的故事，然后为他祷告，上帝求你好好用他，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我2009年去美国，都没有听他的消息。2011年回来台湾神学院，我在校园第1个礼拜走路，听到我的阿美族的名字，拉菲牧师，我回头就是他。我说：你怎么来这里？他说：马牧师，我是1年级的导所的学生。我说：哦，感谢主啊！他已经毕业，现在在中山北路的马偕医院关怀室，在那边关怀很多病人啊。我记得他在台省的时候都用轮椅，台省的校园不是那么平。偶尔我会碰到别的学生，同学你好不好？马牧师好累，好辛苦，要写论文。我碰到他在轮椅，那要你好不好？马牧师很棒。他这么活出那么大的喜乐，因为每一天他也依靠葡萄树，跟葡萄树连接呀。今天我很高兴可以来这里分享台省的复试。你的牧师、你的师母都从台省毕业，你们的长老娘也是我们的图书馆的馆长。我在台省20多年，陪伴那么多学生，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们跟葡萄树连接呀。目标是让他们毕业后，帮助他们的弟兄姐妹跟葡萄树连接。所以今天我要鼓励你们，很慷慨奉献，支持台省。我也要奉献支持台省。今天我陪你们啊，
我不会不好意思请你们奉献，因为财神没有付我的谢礼，美国长老教会付我的谢礼啊。我要帮助你们用你的钱荣耀上帝。我们是这次，我们的目标，每一天的目标是依靠跟葡萄树连接呀。如果每一天你跟葡萄树连接，他会祝福你，会赐给你力量，会赐给你喜乐，然后你会结树林的果子，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次好好连接，成为健康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求你帮助我们，用祷告、读圣经、做礼拜、服侍，有属灵的朋友，帮助我们每一天跟你连接，依靠你。求你赐给我们喜乐、力量、盼望跟爱，所以我们会成为我们的邻舍的祝福。求你祝福关渡教会，祝福郭牧师，每位长老执事，每位弟兄姐妹、青年儿童。求你继续用关渡教会结属灵的果子，成为这个区台北、台湾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咱来吟圣诗575首，圣诗575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带我向前日日进步。世间无论危险艰苦，救主耶稣时刻保护。我的救主基督耶稣全能圣手时刻保护。我要真心对你脚步，你大是阮亲手保护。请咱起立来吟。我
请坐。应答上帝的话，奉献请小组执事甲家辉执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咱来读今日的经句。今日经句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5节，请咱大家来读。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生命。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生命。约翰福音15章5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15章5节。咱来看今日报告，伫周报第3页，关渡家训。今日感谢马约翰牧师，用上主的话来勉励咱，请兄弟继续关心大神的事工、大祷甲奉献。第3点，今日主日早起的举办11月份的庆生，请上主求上主用恩典做年会免流，来为每一个秋生，人生的路途拢有自由伫咧。第4点，今日下晡1点半到3点要举行下半年度的中级训练会，请中级出席参加。第5点，本会继续来伫咧办理学生的奖学金申请，详细办法请咱看后壁的公布栏。若是有符合资格的学生，欢迎关怀部来提出申请，到后礼拜为止。第6点，即礼拜3查经祈祷会，查经是贵牧师主理，祈祷会是请四方长老主理，也欢迎兄弟出席参加，互咱用祈祷来建造咱合一的教会。第7点，下主日要举行下半年度为牧师馆奉献的小组祭，请兄弟踊跃到伫后壁招待座来领取小组的铺满。第8点，11月20是咱今年度的感恩节的主日，请兄弟备办心来上帝来献上咱的感谢。也因为疫情的关系，咱今年的感恩节的一家一菜要暂停来举办。阁要到教会顶圣诞糕的兄弟，一份是16箍，请到后壁公布栏来填写口味甲数量，甲费用交予咱梅姐。教界消息，请咱家己来看。大祷咱的集体事工，甲为了咱的国家，
请也咱家己来看，啊，放伫咱每一日的灵修的内道中间。主日的讲题是郭牧师讲题是甲人际关系设定健康的界限。书封报告书封是书会是秀珠执事，华语书勤是牧师娘，台语书勤是学珍。请咱牧师来做补充的报告。我们再次感谢马约翰牧师今天到我们教会来请安报告，用上帝的话语来勉励我们。马牧师是我的印象中是第二次来到关渡教会，第一次是邀请他做培灵会。谢谢马牧师今天特别拨空来到我们当中。今天下午的长职训练，那中级训练嘛是要邀请马牧师继续来担任咱的讲师。当然咱是讲是中级训练啦总是咱在座的兄弟姊妹若有意愿想要参与的，嘛会通继续来参加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下午的长职训练。好，伫遮强调几样事工的代志请咱特别注意就是咱今年的感恩节。以往咱感恩节的主日拢会有即个一家一菜的爱餐，但是中执会有考虑着讲，目前搁伫疫情的中间，大家安尼回馈做伙食饭兼菜有个危险性所以今年咱就是暂停今年暂停无拄代表明年是暂停所以今年虽然是暂停，但是准备较粗糙的便当有人讲。一人分2份安尼其实是互咱会通共款啦，通过即个食便当嘛是会通经验即个感恩节即个爱餐大家有迄个三角斗阵伫遐感谢上帝的机会。过来就是要甲教会做伙订即个圣诞歌的兄弟姊妹因为咱免是今日拄好出外所以咱若有要订先去填写无要紧。填了后，咱后礼拜咱免是来的时阵，咱才将迄个费用交互咱免者。所以若有需要的，请咱家己去公报栏来填写，互咱会通较好统计。好咱后壁是有新的朋友呢，有2位嘿，3位一个条啊冻掉，看无？请恁自我介绍一下，嘿。是。是。是，好，感谢主，欢迎你来到干道教会，较等者可能请咱的同工留一下资料的互阮会通较好甲恁联络有时间去甲恁拜访。好，伫遮来补充报告一项代志那个林牧师伊有早一本册叫做《每日一句话》这是一个退休的牧师所写的这个灵修的手册啦就是讲通过每一工灵修的时阵，伊用一段的经文然后写一寡伊的。一个灵修的感想所以伊也结合做一本册互咱会通早转去看林牧师有约了早20本的即个每日一句话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互咱免客气才去后壁的箱伫咧纸箱内底有需要甲一个人摕一本诚做咱每一工灵修一个工区互咱。对这中间来得到帮助好，伫遮大新咱要做11月份的庆生会。咱11月份的生日有拄好今日自烈是今日生日啦伊11月初6生日还有恩义、奎元、美燕是11月13，玉芬是11月16，徐明生汉11月19
11月份真侪呢。维凯11月22，嘟嘟11月23生日嘿。好，个思雅11月25，甲宝春姐11月26咱请咱今日的寿星这个月寿星起立吧咱来替因唱这个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生日快乐，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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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今日寿星真有福分因为我邀请马牧师来替恁祝福祈祷。好，祝你生日快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上帝赐给我们的生日的弟兄姐妹生命。谢谢你创造他们，赐给他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经验。求你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他们的生日，在一个新年。求你帮助他们每一天活出你的爱，活出你的喜乐。求你赐给他们你的平安，祝福他们，祝福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继续成为别人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Happy birthday！ 好，请坐。今日咱来看今日台岛的家庭咱今日台岛的家庭是谢全长老全家谢全长老因的后生真亲即摆是伫美国读册所以咱特别也为伊伫美国的求学甲生活来祈祷过来就是为着美燕即个馆长伊圣学院的图书馆的馆长伊因为每年有圣学院要评鉴拄好伊是诚做即个调职人拢爱规划去整理遮的资料不止辛苦啦咱特别为着美燕伊伫即个评鉴的即个代志顶面上帝互伊有智慧，互伊有气力来完成过来谢全长老嘛为着伊的工作因为谢全长老伊的工作拢属伫即个一年一聘伊是用一年一聘的方式在工作即摆一定要到年底我要开始思考即个工作的代志所以咱为着即个家庭为着谢全长老的工作美燕伊的工作搁即个真情伫美国的求学咱特别求主来带领谢全长老的爸爸妈妈咱嘛放伫祈祷的中间因为较年长住伫台南的所在特别是爸爸耳孔较重啦行动嘛不便所以咱特别替谢全长老即个老詹长老老詹长老来祈祷美燕爸爸即摆住伫三芝安养中心的所在咱嘛替美燕爸爸来祈祷伊嘛是行动有较不便啦求上帝特别来带领因的四大人接下咱为着几项代志咱特别来台岛为着迄个小米姐的后生洪安来祈祷早起小米姐有敲电话甲我讲因为11月初2即个洪安肝硬化肝硬化抵到伊昏迷昏迷即摆伫马街即摆伫马街的病房的所在还在昏迷未真成咱求上帝特别来怜悯医治啦特别安慰小米姐的心搁洪安伊的家庭曼芝甲伊两个囡仔互因伫即个中间也通过咱的祈祷互因会通搁较有勇气来面对一寡代志恳求上帝也互洪安会通赶紧精神起来求上帝来怜悯这是咱特别为着即个家庭来台岛咱真久嘛无看到即个慧玲慧玲文雄
咱嘛是继续为着因的家庭祈祷吼。思雅有比较好了吗？有吼。进前咱替思雅祈祷，就是讲伊的手的关节甲骹头有吼，拢有迄个起荨膜吼，会起荨膜即个问题吼。即马食药啊，甲抹药啊，拢有改善啦吼。求上帝特别来看顾甲怜悯吼。保守迄个慧玲吼，伊的即个腰脊骨常常拢会酸痛吼。求主特别来医治甲看顾吼。咱嘛为着迄个春玲的妈妈吼，春玲的妈妈来祈祷吼，伊嘛是身体有小可较衰烂嘛吼，颔管颈吼，颈胛头的所在会无爽快吼，咱求上帝也特别医治甲带领吼。咱嘛足久无看到妙美姐吼，妙美姐伊其实是吼，嘛是有去做一寡修正啊吼，因为过去咱知讲伊耳吼有去开刀啦吼，真实阵仔嘛是个发现有物件去开刀，即马伫复原的中间吼，咱嘛是求上帝继续来带领甲医治，特别咱中间嘛是为着保存一个祈祷吼，毋知伊个骹水肿有较好势无？有吼。伊真实阵仔是因为耳石滑脱啦，头壳型吼，尾后骹水肿啊吼，所以咱中间有足侪只年长的即个兄弟姊妹吼，咱彼此伫台岛的中间吼，来求上帝来医治看顾吼，互咱肢体甲肢体的连结，通过主的疼，互咱会通过关心台岛，搁较有好的关系结连吼。好，这是咱伫肢体的部分吼，毋知咱有记得无？好，接下来咱较要紧的就是为着11月26吼，咱台湾的即个选举吼，咱首长的选举甲民意代表的选举，求上帝互咱会通选出合伫心意遮的首长甲民意代表，因为咱确实是伫这中间看起台湾的选举的文化需要搁较进步啦，搁较进步吼。求上帝帮助咱，互咱通过即个选举，也会通清楚知影讲，即个民主国家的珍贵啊吼。民主国家就是由咱的百姓来做决定吼。所以咱着要珍惜即个真好的即个机会吼。咱踊跃来去投票，也求上帝来怜悯。互咱所选出来的即个首长甲民意代表，也个人会通带领咱整个台湾，迈向搁较民主化，搁较得到国家甲国际认同的即个方向吼。好，咱即时阵就起立，咱为着即几项事，咱三体来祈祷。主上帝，阮伫你面前，我在
莫有怜悯疼叹，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会通过祈祷，互肢体甲肢体有更较好的连结。这时阵，阮爱为着世全长老的全家来摆列阮的祈祷，阮特别恳求你来保守看顾世全长老伫国内在超水新的工作的时阵，上帝你互伊有对遐来的方向甲意向，也帮助伊会通找到一份合伫伊心意的工作。阮也为着美燕伫台湾新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以及明年度爱担任评鉴的调集人，需要有你遐想事的智慧，帮助伊来做上好资料的整理。愿主你施恩祝福伫因手中所做一切，也保守因的后生真情伫美国的求学甲生活，拢会通有你的固守。特别保守伊伫美国的信仰，互伊无论伫生活的每一天，拢会通掠着上帝，拢会通继续跟对耶稣。阮也为着世全长老的爸爸妈妈甲美燕的妈妈、爸爸来祈祷。愿上帝你伫因年老的时阵，虽然身体有较衰烂，总是照伫你的恩典带领因、保守因，互因的身体拢会通维持健康勇健。阮也伫这个时阵，用恳求的心，迫切来向你求，就是小妹姐的后生洪安。这时阵伫病院，还伫咧昏迷的中间。愿上帝你施恩的手、医治的手，下伫洪安的身上，特别通过整个医疗的系统，帮助洪安会通赶紧恢复精神。特别互这个医疗也帮助洪安会通恢复伊的健康。求你安慰小妹姐的心，也安慰曼芝甲因的家庭两个细囝的心，互因伫这中间也会通学习来倚靠耶稣，互伊耶稣成做因心中平安甲喜乐的源头。主，阮也恳求你保守洪安这个家庭，互因也会通真心倒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但阮这时阵也为着教会中间侪软弱的肢体来摆列阮的祈祷，愿主你亲自医治因，互因会通恢复健康。但阮也为着在位26台湾的选举来祈祷，感谢你，互阮踮伫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中间，通过阮每一个人手中的一票，会通选出合伫阮家己意思的候选人。总是恳求上帝，你伫阮台湾来掌管着你，互阮所选出的也拢会通合伫你的心意，互阮台湾也会通真正成做世界的一份子，互世界拢会通看见台湾伫世界中间是袂当欠失的。求上帝你施恩帮助，互阮所选出来这的首长甲民意代表，也个人会通来为着台湾尽心尽意尽力来服侍，互因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要互阮的百姓得到更较大的利益，也互阮的国家会互世界看见。阮为着这种种的代志，拢摆咧伫你面前，求你耳耳康听阮的祈祷，互阮所求的拢合伫你的心意。献上阮的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来吟祝福的诗398首，吟诗线请马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吟。
我先给你差遣，差遣可以打开眼睛，知道可以闭眼睛。今天是很好的日子，跟葡萄树连接，是很好的机会，相信耶稣的应许，他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明天你去上班，你在哪里？跟葡萄树连接，让他赐给你力量，还有喜乐，成为别人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跟我们每一位同在。阿门。下次摸到。